今晚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而且是拄到咱的长老做来礼拜，心内讲啊真欢喜。咱万民教会牧师，伊拍地甲讲，伊休假去加拿大，爱我伫遮甲咱分享上帝的话。伊甲我讲，若当2礼拜上好，我莫讲2礼拜，第一礼拜吼，伊伫几个第一摆的礼拜日，我来甲咱分享敬拜上帝，礼拜啊，我真感谢上帝，上帝吼带领咱大家，互咱有机会不摆来敬拜主。咱我过来遮时，牧师甲我分享了后，我就一直祈祷。我来万民教会应该爱分享俾上帝互咱的信息，什款的信息？我是通过祈祷，我有一个印象感动。因为咱长老教会总会对去年开始就是推动101啊，一个带一个来信耶稣运动啦，101运动。若你若听，你推动这个运动，我特别伫总会事务所写一个101的迄个专业的解释。尼表示讲，咱的邮递兼总干事吼，用这个毋是口号来听，是真正要执行来做一个人带一个人来信耶稣。所以我就读大圣经，互我一个真感动。就今日。我应该来到万民教会，跟你分享这个意象甲这个信息。咱定定是讲，咱人总爱看信息。若有一个人破病，通过祈祷好起来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！迄个人通过祈祷，上帝加信息，伊的心上，今日这个医治，这就好。车命到耶稣面前，耶稣甲帮忙咧。你看去，哇！这偌好信息，实在信息医师，大家人为着这个信息医师在学咯。咱就请问，我要甲你讲，什么是上大的信息？上大的信息，毋是破病好，目睭车迷看去，草鱼人会听去，即款的信息。上大的信息，我甲你讲，是一个人生命改变。这叫做上大的信息，生命改变。咱做来讲，生命改变。你有生命改变无？生命改变就是咱人生一个人上大的信息。所以生命改变是最要紧的。咱的世界内面上典型的生命改变的人是什么人？你知无？咱的圣经来讲哦，保罗对无？保罗是生命改变上大的信息。本来保罗哦，是要去掠信耶稣的人呢，要困住信耶稣的人呢。总是伊伫路中的时阵，主耶稣甲抓着，互伊就来到伫马卡，伊跪咧，主啊，你是一位，伊就咧谦卑着。咱的圣经吼，是无讲保罗骑马呢，保罗骑骆驼呢，圣经上是无讲这个，是保罗是骑什么？保罗迄个涂骹表示什么？表示跪落去，谦卑伫上帝面前认罪啦。这是一个真要紧的关键。保罗先生今日来到大马士，特别掠信耶稣的人，做一个路中，上帝更照，迄个上帝更甲照保罗时阵，保罗跪落去，主啊，你是之最，我就是伊所困住的耶稣。所以保罗伫这个时阵，伊跪落这认罪，这是真要紧的关键。当保罗认罪了后，保罗就开始传耶稣道理。
这是保罗的生命上大的改变。迄个改变，互保罗伊的生活、伊生命、永远的生命，拢领受上帝丰盛恩典，保罗伊的信心。咱今仔日，咱伫遮知影，虽然说我入学校的时阵，有教咱两件代志。头前，你着守我新的改变，新的改变。新的改变是什么？新的改变是什么？就真心、真性、真意、尽力听主你的上帝。咱再来讲，你着真心、真性、真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头前哦，我听主你真家己。安尼上帝法律新的改变头前，你着听，听。你着听，不是外口听咧。是内心实在真正发出迄个听，伫你的心中生活内底。我第二句来讲，你着去普天的大人，互信来受洗的人未得到救。普天的大人，所以今仔日咱咧教我伫遮设立要做啥物？教我伫遮设立，毋是要互咱信耶稣的人做礼拜安那定。上要紧，咱今仔日伫遮教会设立，是要招遐也未信主的人来到咱的教会，互咱的教会坐满了人，坐满了人。所以这就是哦，上帝发咱就是真要紧，重大使命伫咱中间。当然，这段圣经内面，我要甲咱大家分享，这段圣经伫遮头前，咱会看见基督徒灵修的生活。上帝就要互咱看异象啦，灵修的生活。你今仔日咱基督徒，你敢有灵修的生活？基督徒透早爬起来，遐无信主的人哦，透早爬起来哦，这种啥话？咱有一个真出名哦，迄曹永山兄弟哦，伊是当时赢佛家去泰国赢佛家。迄曹永山兄弟啊，伊是500项吼，布一发动，伊将迄个赢佛家台，去捧佛家的迄个曹永山兄弟啊，你知影哦？一个人会当捧迄个佛家哦，迄个人到啥物？伊佛教界偌分量，我毋难啊，遮，讲伊吼，都爱贡献偌济钱，才有可能得到即款的荣耀呢。总是今仔日曹永山伊来信耶稣，改变伊的生命，到逐所在去报道，逐所在做见证。为什么？我伊的查某囝伫澳大利亚信耶稣啊，等于信耶稣了，透一个想到，阮爸未信主，所以见拍着等下就甲因爸讲就信耶稣，伊就开始祈祷为因爸。来做见证。这个曹永山因翁仔某逐早爬起来，我伫伊的老店的所在安心坛，拢伫遐咧祈祷、敬拜，拢无停。当时伫遐拜伊的神，拜伊神，兄弟姊妹，一个无信主的人，逐早爬起来去拜伊的神。咱基督徒讲，我拜着对的神啊！我拜耶稣是上对的啦，上真理的啦。毋过咱爬起来吼，你有灵修，有祈祷无啦？哎呀，早时爬起来吼，无灵修，无祈祷，吵吵念，毋知念啥话，念东念西，念北念南。啊，伫咧心内无上帝，伊的心内无耶稣基督，心内。咱都爱大声有信仰的见证，信仰见证。我定会记一个故事，真趣味。一个姊妹吼，甲牧师讲哦，若逐礼拜拢有礼拜日做好，牧师想当说逐日拢礼拜日，永远吼，阮大家吼，去教会做接触啊。啊吼，伊若来教会，我来教会吼。
甲我叫我这个名吼，叫我外甜的、外酸南的，无人安怎样外好咧？啊，等告诉我，哦，迄个面哦，打想咧，迄面种长无共款的面色，迄大家哦，迄个面相哦，有够歹。哦，我到厝里哦，生活甲足紧张的啦。毋过若到礼拜堂哦，迄个礼拜日哦，阮大家哦，哦，偌温顺的，偌好咧。所以我定感觉讲哦，若会当逐日拢礼拜日哦，毋知偌好咧。但是想啊，咱基督徒都要有生活见证啊，生活见证是何等要紧。迄灵修的生活，你看去艺术，咱看咱哥尼流甲彼得两个人，拢伫灵修的时阵，看见上帝好嘅异象啦。彼得伫灵修的时阵，上帝会看出异象，四百即四甲八步，第一个无穿革命，是咧只。迄个异象是怎啥货？即甲伊讲，即甲伊讲，你毋通看外邦人做无清气啦，你着改变你的观念啦，改变你的观念。我吼，实在讲，咱人拢有迄种啦，咱特别台湾的政治吼，讲有拿有力啦，拿咧甲混咧做伙哦，无明啦，讲外色呢，咱的色吼，色彩吼真可见呢，要将迄个拿咧甲。迄个两个色甲混到做伙，咧甲伊混合，嘛真困难。但是嘛，现在因最近哦，咱这个这个经济，咱台湾排伫迄个亚洲尾仔名，因为咱是头伫迄个苏小龙的拢排头前，只要排上尾名，比韩国排第一，为什么原因？有一个真了不起的怪调，因韩国因大概真正传道理，信耶稣的人就是家庭才因统计，因韩国南韩信耶稣的人超过60%啊，超过一半以上的信耶稣，所以咧信耶稣的人的力量，互因的教会一个真大的改变，迄个教会改变。影响到社会的改变，社会改变，所以这是非常要紧的。咱毋通忽略，毋通袂记，上帝是咱中间基督徒，咱就灵修的生活。咱教会哦，我知影教会可能无定迄个每日研究圣经啦，我才去煞几大啦。后回若有机会哦，我就叫读经会。送了大家每一人送一本，互咱安尼参考哦。研究圣经是互咱逐日会当根据圣经伫遐读上帝的话，听上帝的话，咱逐日伫遐家己通过上帝话灵修，迄5年哦一轮啦，5年将新旧圣经拢读一摆。所以你若照迄个研究圣经，去看了落去。读上帝话时阵，你会听上帝声，5年你就会当读摆上帝话。上帝伫这个中间改变彼得观念，佮改变这个哥尼流啦。哥尼流本来是说罗马官，罗马官哦，真骄傲啦。这罗马官哦，英国当时的时代，做罗马官的人哦，像咱日本时代哦。迄日本人哦，我下顿都哦，行到落风咧，变特叫咧。你若较长辈哦，像我这年岁人，拢有拍着讲，迄日本人下顿都哦，迄个勇忍咧，阮家父哦，迄阵做保洁，所以一寡大人，你可能叫警察叫大人咧，迄大人来阮兜哦，阮家父就安尼请伊食饭安尼，啊，我讲话好，安尼五色面咧。你感觉讲，今仔日咱这个时代，迄个罗马官，互咱想象讲当时哥尼流做罗马官是什么年代？伊真有世面，真有派头啦。
都是上帝的意象的中间，互伊谦卑落来，互伊谦卑落来，互伊会晓谦卑来迎接上帝的牧人。主要牧人，互伊来谦卑来迎接，这多要紧哦！今仔一个人领受上帝互伊意象，上帝圣神甲伊同在，伊就谦卑啦。听清嘛？你有谦卑无？当你有谦卑落来顺服上帝的时阵，你才真正有影，真做一个基督徒。所以当咱灵修的时阵，你就要谦卑落来，来领受上帝的话，伫你本身中间。当你谦卑落来，伫遐等于是上帝的圣神伫你内面。所以可能就今日上帝可以灵修生活，看去上帝意象。就伫遐个灵修，为了谦卑和尊严。啊，后来咱修这个火力流，要请这个彼得来，彼得欢喜去的，头上真要紧，非常要紧的代志。火力流哦，做一个准备啊，做什么准备？邀请亲人朋友来引导，亲人朋友来引导。我上伫教会牧会时阵啊，一寡记得咱教会做咱会友的新妇的吼，互咱对西西就来礼拜。啊，礼拜了吼，伊知影讲信仰拢诚好，都爱受洗，伫基督内面咱得救的人，都是真可惜啊。我讲啊，我啦，你要来洗礼啊，拢等下阮母啊，若死，阮爸死哦，我就来洗礼。有啥原因啦？因为阮爸母啊，若无死哦，阮等下爱去拜拜哦，啊压香，所以我若洗礼了就袂使啊。所以我洗礼了，爸母啊，甲解决了哦，拜了我等来洗礼啊，啦，听得清吗？咱听这个话哦，真伤心的啦。啊，阮爸母啊吼，是地狱啊，我咧天堂，啊，咱亲像迄个。阿伯来讲，请你找垃圾路，用枕头一滴水来量我的水。迄个情景若到伫你的心目中的时阵，你要安怎样？你敢袂当亲像曹永山伊的查某囝，直直甲伊老爸拖落音，直甲伊爸母拖落音，这是咱基督徒应该做的，因为咱当咱大家人拢总伫遐顶努力的时阵，要请亲人朋友来到伫咱兜来敬拜上。我以前比较做传道时，去某神教会去遐传道理。啊，我捌伫传道理时哦，礼拜日拄到风台啦，哦，礼拜日风台哦，偌大咧。无人来礼拜，我门开开就看一个乞食吼，伫个礼拜堂门口吼，伫遐风雨泼甲咧，热赶甲二煞，我才甲伊开门，互伊入来坐，10点到，我照时吼，请遐坐，无人来礼拜。无饱含顶了即输信徒无饱来，拄好一个乞食吼，安尼走来店里吼，我请伊来是礼拜堂来头前。我吼，迄阵啊，大家做传道尔吼，我咧偌古水的咧，我甲伊讲哦，你遐坐，你吼，我咧照常念圣诗，读圣经，啊，无客的过来读互伊听。我你着哪坐？啊，听我讲，我对头到尾，我一点这个道理哦，我咧传礼拜，我你着听一礼拜，一点这久，伊甲我讲，好，我好毋好？又好，实在是多听。迄阵我的社里吼，教会互我300块啦，300块伊来礼拜吼，啊，我家一个1对1哦，一礼拜咧。毋是个人传道咧，是1对1。迄阵太袂晓讲，教伊谈道就好啊。
议员照常礼拜，迄阵我就找无出呢。所以迄阵咯，我家单头一日尔，带伊来礼拜，不让输钱，礼拜，礼拜上，迄个兄弟啊，所以是我落地啊认10块互伊。10块迄阵是真侪钱呢。我的社礼1/30的，算真侪钱。伊足欢喜。后来即个兄弟哦，假日就去甲一个水利会工作站的站长，甲伊报告讲好，即摆咱庄社哦，有来一个少年的团队，我家看到你真好啊呢，报个点呢。后来迄个工作站的站长哦，我来礼拜日。伊甲带伊来礼拜，这乞食嘛受洗咧，迄个站长嘛来接受耶稣基督咧，后来伊全家人嘛信耶稣咧。但是即摆，你若想乞食，袂做工咧，乞食袂做业绩咧，伊若真正请收做宣教方式，改做传道理，伊嘛所以一个带一个人。来信耶稣，咱就要改变观念，毋是董事长、总经理、有钱人、善良人，嘛会带一个水利工作站的站长来信耶稣，咱想啊，咱若袂记，咱就做上帝圣神的工作。当咱邀请亲人朋友来到主面前来听道理时阵。咱过来看这个过日流，这个过日流哦，伊一个入去的时，已经邀请亲人朋友来因兜啊啦。搁过来，当彼得来到因兜打入门的时，这个过日流随归了，拍败伫彼得的骹下，这是尊敬主的奉献啊，尊敬主的老婆。今日咱的教会有真好的红牧师伫咱中间牧会，牧师娘单工，我今日看咱的红牧师的好公主哦，休息啊，对吧？真好啊，全家拢服侍，伫咱万民教服侍，同乡服侍，听清啊，咱若袂记住。咱就尊敬上帝仆人，咱若尊敬上帝仆人，咱才有可能带人来到万民教会，成做上帝的囝。所以，我常常讲，咱就爱常常讲，阮万民教会安牧师上好，咱做个看嘛。阮万民教会安牧师上好，至少对时代讲出来。真正阿牧师上好，你才有可能带人来到万民教会信耶稣。你若吼到处看不了，阿牧师写创啥货，来安怎，当干把手研究了就是看主要缺点的代志，什么人无缺点？保罗先生伊家己讲哦，讲我的身躯有一支刺，我祈祷哦。有上帝将伊刺甲摕掉，有上帝哦，来看啥？讲伊刺哦，是要训练你啦，要甲团练啦。所以今日这个理由，因为伊谦卑顺服，所以带伊亲人朋友拢来信耶稣。你做啥紧呢？今日个理由假使若是请伊亲人朋友来到上帝面前。到伫彼得面前，甲伊讲哦，我叫一个讨厌的人彼得，就毋爱去，要讲道理互你听，你甲听好歹啊？讲好啊歹？你迄亲人朋友信耶稣，无可能信耶稣。总是今仔日，因为伊讲谦卑、屈辱、做尊敬，会彼得来。所以彼得讲话就有力，彼得讲有力，伊见证就有力，
这做啊紧哦。所以今仔日比的见证有力，咱今仔日做是基督徒，唔通袂记。但咱讲道理有力，见证有力，是信心就要担当。到最后咱看这段时间，伊讲吼，彼得讲，这话时阵信心那种，就降临伫迄人的时阵，信心降临伫迄人的心中。彼得讲，你看，这人甲咱一样，嘛受信心的充满，信心伫咱中间，互咱这人拢听做上帝的百姓。在地球的啦，今仔日我今日伫遮要好来保佑咱大家，当心菩萨主。当咱上帝信心伫咱中间的时阵，要讲主的事哦，伫咱中间。甲我做团队的时阵，有一个兄弟真出名，当时是帮助我去日本留学哦。放日本留学哦，后来转来，地方人士是地方人士，就请伊做农会主任，就伫遐开始做工，大家人真匹配。总是这个兄弟哦，无拍算，去领着哦3吹1啦。这人若3吹1哦。就我钱就输了，输了吼，我想着讲吼，大脑筋哦，逐日讲，你当花4、5包多钱，加减安尼吼，加减安尼，摸到尾啊吼，煞亏损足济。后来你想袂讲就这样，变怎？我地位人士，大家真歹势，所以你想会甲伊讲，无你讲。现金退休啊，补你一笔钱啊，这笔钱哦，幸福者啊，你不要搁做主任啊，就要退休。所以避免退休，逐日哦，心情痛苦，啉酒解忧愁啦。因某若要找伊哦，攞一水沟边吹着，路边吹，差不多天天水，所以礼拜日。当然，啉酒了，就来找我这个少年的团队，甲我讲话，伊就啉酒醉的人，合礼拜的时阵嘛，甲我讲话，礼拜三我来讲保人，你后摆若要找我这个先生哦，你唔通搁啉酒，等来，若啉酒唔当来找我。若无啉酒，你才来。我就伫遐家教了。后来慢慢一步，这个兄弟真正信主耶稣，伊就伫我面前决心、决志要信耶稣。我带伊跪咧祈祷，悔改，感谢主。伊有生7个囝咧。这7个囝吼，伊阿某过来就9个啊。迄个教会哦，冲洋洋带教会人来信耶稣哦，迄个你也想礼拜堂哦，咱礼拜堂若向我冲教会去吼，教会哦，上帝的祝福啊！这个兄弟哦，伊咧带教会来信主，感谢主哦，上帝赐这个兄弟一家庭。后来这个兄弟伫教会要担任执事呢，伊的家钱哦。我过团队咧，伊查某囝哦，我后生咧，我若看迄个人看你捌，都是咱哦，莫甲伊讲迄个人。不过咱就是了解哦，上帝啊感动一个人，来悔改，信耶稣，要伫家庭做见证，伫教会做见证，上帝荣耀主的名。所以我伫这所在要甲咱分享。上帝信心，来甲咱同工，咱能做美好见证。所以我甲恁讲，一个带一个信耶稣，是这行神者上该要紧
的路径啊！上帝要透过你，伫你的手，伫你的心中来行神迹，让之外，主啊，求你用我来行神迹，伫上帝国。咱做来讲，主啊，求你伫我的心中来行神迹。咱伫主的面前，由主伫咱的心中来行神迹，互上帝祝福。各位来讲，今仔日圣神要教你同工，圣神要教咱万民教会遐尼即摆三个同工，互咱的教会看见上帝的祝福伫咱中间。上帝要大大祝福咱万民教会出现即摆，我相信当时科牧师带咱来设万民教会。绝对毋是要互世界所有人礼拜尔。现在合作万民教会，就是要互万百姓，互咱训练咱大家来做传福音，互较侪人来信耶稣，互万民拢来归主耶稣。这是咱的教会重点，嘛是咱教会的目标。所以咱教会经20年啊，20几年啊。20几年，咱带外一人来信耶稣，感谢主。我相信，嘛有带足一人来信主，做一咱过来，新的目标来行，新的目标来努力，带我一人来信耶稣。上年部部长，这边伫落拍电话甲我讲，足欢喜。咱有带17个人去参加。上年部的聚会，所以咱部长真欢喜拍电话甲我报告，讲感谢主哦，万民教会哦，上年部团队有17个人来参加聚会，我甲伊讲，我继续甲伊讲，一定继续来参与，咱一步一步，哪些人来认捌主耶稣基督，讲回归倒转来，伫基督内面。下面真做一体，伫基督内面下面真做一体。咱做来讲，伫基督内面下面真做一体。咱无分彼此啦，因伫基督内面，特别做新创造啦，伫基督内面比下面真做一体。这上帝互咱这真要紧的，所以这彼得最后讲，看一看，这是外邦人。毋过今仔日意外也敢咱一寡样领受圣神，所以圣神伫咱中间，圣神伫咱每一个孩子内底有灵，互咱大家三下做主依照工作，来见证上帝救恩伫咱的教会，上帝救恩伫咱中间，互咱从一切恩典拢归于主的名，三下来。主，我的上帝，我感谢你。阮当时领受上帝的圣神伫阮中间，亲爱的主啊，阮得救，乃是为着主你的名。阮亲像林书豪兄弟，伊讲我咧拍球是为着上帝来拍球，这是偌水的见证。亲爱的主啊，我今日，阮伫阮生活顶面。嘛要做真美好见证，像时阵我免领受圣神，恳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的生命改变，受洗，真做基督的精兵，受训练，欢喜，一个带一个人来信耶稣。我哋教会带来了复兴的气象，互主你的名三下这个阳光。亲爱的主，你帮助阮，阮信心。会祈祷，热心的传福音，教会绝对要带来了复兴的气象。恳求主，你帮助阮，互上帝你的灵，甲我参加同在，互信的人下基天，互教会复兴，改变台湾的社会，互台湾社会看主的祝福伫阮中间。主啊，你要大大祝福，伫阮台湾这个岛屿，互积极的人。伫上帝你内面行观念甲信仰，凡会晓谦卑，只可能有
谦卑屈落伫上帝的面前，互主力量。亲爱主，听我的祈祷，互这混乱的台湾、政治可怕的台湾，上帝啊，你今仔日甲阮改变，我上帝的恩典与阮同在，一切荣耀拢归互你。求你帮助阮大家，拢主你美好见证，互主你名一个影响。我让你祈祷，好耶稣。阿门。